8月2号至6号，省政协副主席德瓜仓带领调研组一行赴我州开展藏传佛教人才培养专题调研。德瓦仓一行先后深入夏河、鹿区、马区、合作4个县市的拉布楞寺、西仓寺、外乡寺、合作寺等寺院和省佛学院进行了调研，全面了解我州藏传佛教人才培养状况、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相关政策贯彻落实和具体措施的推进情况。省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杨自才、州政协副主席杨晓楠、闵占标陪同调研。6号，在合作市召开了甘南州藏传佛教人才培养专题汇报会，州政协副主席杨晓楠主持会议，州委常委、州委统战部部长杨卓玛、州委常委、副州长侯晓峰、州政协副主席闵占标出席汇报会。在听取了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后，德瓦仓指出，甘南州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宗教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藏传佛教领域和谐稳定，秩序正常，宗教界人士继承和发扬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为甘南的发展和稳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德瓦仓强调，加强藏传佛教代表人士培养工作，既是做好藏区群众工作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藏区长治久安的关键，更是藏传佛教自身传承人才健康发展的需要。要深刻领会、全面把握、贯彻落实好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把藏传佛教人才培养作为立当前、管长远的战略措施来推进、来落实，把活佛、经师、寺管会主要成员作为培养重点，重心下移，具体到寺庙、具体到人员，落实好具体实施方案，有针对性地加强教育引导，进一步提高他们的政治定力和水平，为藏区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和谐、寺庙和顺做出应有的贡献。不断提高爱国主义觉悟是藏传佛教自身建设的首要任务。寺庙学习贵在坚持，联系实际，注重实效，常年坚持必有成果。稳定是发展的前提，稳定是人心所向，稳定也是藏传佛教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民族分裂主义的干扰破坏是甘南不稳定的主要因素。要坚决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确保甘南藏区和谐稳定。甘南台综合报道。